係，我叫曾志豪，大半世人都係做呢一個傳媒啦、電台啦，而家做 YouTube 啦，而家就試下做書店啦，因為我老婆話要開書店。台灣嘅時候其實已經因緣際會就識咗飛地嘅股東啦，咁我哋成為咗其中之一啦。咁但係好遙距嘅，見到嗰個書店嘅風光燦爛，但係其實冇實際去落手落腳咧去感受，即係背後係點樣一針一線、一字一張、一筆一墨咁樣畫出嚟嘅。嚟到英國之後咧，真係好彩我老婆啦，佢識到嘅朋友咧就擁我一把，個動力係嚟自佢哋嘅。譬如台灣嘅經驗係好美麗嘅，我哋會搞啲講座啊，跟住會有人因為佢中意你講嘅題目，或者中意你介紹嗰啲書或者嗰啲嘉賓咧，佢就聚晒嚟。你好快識到好多人嘅喎，我就係好想將佢複製嚟到英國。我係對好多關於香港回憶嗰啲書咧係特別中意睇嘅，所以呢本書咧我就由香港帶到嚟台灣，又再帶到嚟英國咧，我都絕對冇將佢抌走嘅。川崎樹的女人70年代嘅時候喺《號外》雜誌，咁佢就創作咗一個叫做即係錢瑪莉嘅角色。如果你以為係用廣東話口語第一人稱講啲可能好中產生活嘅，當大家以為係小男人周記嘅時候咧，其實佢係再早多10零20年嘅一個世代，佢仲係會喺洋行返工，會有呢啲名詞。睇何守信、狄波拉，即係呢一啲已經係隔咗3代嘅人物嗰啲名。原來以前嘅香港嘅中產係咁樣諗嘢㗎，原來佢哋以前係咁樣理解咧97之後嘅香港啦。譬如佢裏邊有個人物咧，就係話成本書得佢一個有中文名嘅啫，就叫鄭祖欽。中文名就係代表嗰陣時嘅中國大陸咯。對於香港人嚟講，就係一個就嚟回歸啦。咁呢個人係一個咩嘅象徵咧？咁呢本書全部都有晒，即係對我哋已經離開咗香港嘅唔單止係地理上離開咗，你連個回憶都離開咗好耐啦。回味一下舊香港嘅美好咧，我好中意喺呢啲書裏邊就嘗試揾翻。用台北飛地最常講嗰句説話就係安放身心，身體你要安頓，但係你嘅心靈你都要揾個地方去擠嘅。可能好多香港人就將個心靈就擠咗喺一係就所謂電子唐人街啊、美食嘅唐人街啊、雲吞麵啊、咖啡奶茶啊咁樣。呢個心喺邊度安放呢？中文字帶俾我哋嘅嗰種心靈嘅嗰種嘅需求。呢種都係好重要嘅喎，咁我哋嘅書店會唔會可以成為呢個安放嘅地方呢？你入到嚟打開本書，見到啲人可以傾偈，歡迎光臨。呢本書就係琴日我喺 YouTube 介紹嘅啦，你係咪都想嚟睇咧？